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了苗栗造桥乡的大溪社区，这里听说有一条远近驰名的剑潭古道，同时具备美丽景色以及浓密树荫的步道，看当地居民怎样结合古道推广社区发展。黄大哥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道玄。哇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剑潭古道啊。那我要麻烦黄大哥带我去，就是参观一下这个剑潭古道。好，那我们就往前走，一直走哈，这都阶梯哦。好，那我们往上走。好，我是不是听说以前这个古道啊，它以前是荒废的？对，以前这个古道是小小的那个农村的路，走的挑东西啦，山上采竹笋那些的哈，那小小的路，后来是我们那个巡逻队的哈，看到这样哈就来开发了哈，才有现在这样，像现在这样。这里是不是叫大溪一条线？对，大溪一条线就去年刚完成。这过去哈，在往那边14线苗14线过去一点，那在弯的那就是永春桥那边的河边那边走，就刚好转一圈，就是大溪一条线去年刚做的。年久失修的古道，居民争取政府经费修缮，古道有了新面貌，带动整个社区发展。从剑潭古道开始向外延伸，打造出大溪聚落的核心，不只是串联起一路上的好风景，也凝聚了社区居民的向心力。哇，来到凉亭啊，非常开心，因为就代表我们征服古道的第一步了。而且我看到现在后面有一个诗啊，好像是在讲这个剑潭古道的这些美不胜收的美景的一个诗嘛。对啊。我有看到，这是藏头诗，它上面刚好这样子连下来是剑潭古道。对，它是要这样念的。对。沿途除了欣赏美景，还有许多打趣的客家俚语，凸显大溪社区对客家文化的重视，也不忘祖先们留下来的金言佳句，登高望远，让人心情也轻松了起来，美景一览无遗。我现在来到这个是百年樟树跟伯公祠吗？对，这个是有刚整理过，因为我们去年那个是大溪一条线，我做了，你看现在都种些草啦，那些都种，以前都没有在整理。古道修缮后，也将百年樟树以及伯公庙串进大溪一条线，社区居民一起发想，增添许多客家节庆的标语。走一趟剑潭古道，感受登山的美，也欣赏这无形中处处融入的客家意象。